你眼前呢一位法國型男，廿幾歲接手爸爸嘅酒莊，2018年開埋自己嘅酒莊，短短幾年時間，將一支本身只值幾百蚊嘅白酒，依家賣到過萬蚊港紙。酒款嘅價格直逼 Burgundy 嘅阿婆同埋 Jean-Yves Bissot， 佢被譽為 Burgundy 嘅新教皇。想知道點解？繼續聽落去。喺法國 Burgundy 最核心嘅黃金地段 Fonds-Romanée 最唔缺嘅就係歷史悠久嘅豪門酒莊。呢度嘅富二代起跑線往往就係別人嘅終點線，佢哋繼承住價值連城嘅特級葡萄園，只要規規矩矩按部就班咁釀酒，基本上都生活無憂。今日 Wine So Funny 同你分享一個唔中意摁腳嘆世界嘅富二代，偏偏選擇跳落葡萄田親力親為嘅另類富二代嘅故事。佢就係 Charles Lassalle。Charles 出身嘅家族酒莊本身就係 Burgundy 嘅老牌酒莊，坐擁 Burgundy 最頂級嘅葡萄田。爸爸釀酒嘅風格濃郁強勁，喺市場上一早就有班忠實嘅粉絲。2012年20歲出頭嘅 Charles 翻到屋企接班，比著係第二個富二代，頂多咪陪老豆飲下酒，做下推廣。但係偏偏呢一個另類富二代睇住自己屋企嘅葡萄田，心入邊就喺度諗：我哋屋企有世界上最頂級嘅風土，但係依家嘅酒係咪真係發揮到呢片土地嘅全部潛力？佢唔甘心只係做一個平庸嘅繼承者，佢要喺呢一間百年酒莊裏面誓要掀起一場新嘅浪潮。Charles 好崇拜 Burgundy 嘅傳奇女王 La Louise Lilloise，佢喺葡萄園實施咗兩項近乎自虐嘅瘋狂改革。第一樣改革嘅嘢係拱形流脂法。傳統酒農會用機器將葡萄藤剃頭剪平，慳水慳力，但係 Charles 毅然將葡萄棚架拉到160 cm 嘅高度，任由葡萄藤嘅藤蔓自然生長，再用人手將藤蔓彎曲，好似紮辮一樣咁綁好。呢一種嘅做法，樹葉將猛烈嘅陽光遮擋，形成一個微氣候，葡萄唔會過度暴曬，保留咗 Burgundy 最珍貴、最清脆嗰份靈魂酸度。第二樣改革就更加黐線，叫獨立木樁法。Charles 竟然為咗每一棵嘅葡萄樹都立一支獨立嘅木樁，排得密密麻麻，機器完全入唔到去，除草修剪採收全部人手一條條木樁去處理。葡萄樹唔黐埋一齊，冇咗左右鄰居，向橫發展唔到，迫使到葡萄嘅根部向下生長，根部扎得越深，所吸取到嘅礦物質同微量元素就越多，令到 Charles 做出嚟嘅酒有驚人嘅礦物感同埋複雜度。新人事新作風，佢徹底反對爸爸過去嗰套去梗，用新橡木桶嗰種傳統，推行100% 嘅 whole bunch。更加大膽嘅係，當全個 Burgundy 都追求緊陳年，覺得放喺木桶越來越好飲嘅時候， Charles 喺2018年推出咗另外一個新嘅品牌 Maison 系列，將熟成期大幅減至到1年以內，唔用新桶，直接用舊大木桶出廠。佢追求嘅唔係濃稠嘅木桶味，而係葡萄最原始喺年輕時就會爆發嘅極致果香。以前大家覺得 Burgundy 只有 Pinot Noir 同 Chardonnay 先值錢，Alicote 呢啲不嬲都視為平民嘅品種，只係適合用嚟做餐酒。但係 Charles 嘅極限種植法做出嚟嘅 Alicote 白酒喺二級市場已經俾人炒到幾千蚊甚至過萬蚊港紙一支，而佢釀嘅頂級紅酒更加係一支難求，價格直逼 Lilloise 同 Bissot， 直接被市場推上咗 Burgundy 新一代教主嘅寶座。好多人都話 Charles Lassalle 嘅成功因為條命生得好，但係如果你真正深入睇過佢對葡萄園嘅極限管理，對每棵葡萄樹獨立木樁嘅編輯，你就會明白呢位另類富二代親手打破自己嘅舒適圈，係一個有膽識有遠見比任何人都更加搏命嘅 Burgundy 新傳奇。故事分享到嚟呢度，你有冇興趣試下呢一位炙手可熱嘅後起之秀呢？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，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ine So Funny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